孙。你是渣子护理员噻，我是佐萨司令公安，他只是还之前任务，在森林里迷了路。这个号是拿的9号，
你看一下，6381026。我问你啊，今天早上你这有没有人来过？啊？池子有了。有。甘油有了？没有。啊？没有。酒有了？没有酒。后来人不准喝酒。那你给我倒杯茶吧。你怎么了？前几天呢，我们接到一条情报，说一直抓不到一个盗猎分子，也在这儿出现。今天早上，河农的同事终于等到他了。没事吧？没事。这个山开这么快，说话不要明啊！真的上766，再往前走就没路了，看掉了。慌了？好啊！啊！照这个手，跑不掉了。再不停车我就开枪了。
出去！今天说啥都不能让那个高松再跑出来。有这把枪是盗猎者常用的半自动步枪。不愧是护林员，这把枪就是那个盗猎者的。他用这把枪杀了很多雪豹和马鹿，也有可能用来杀人。这把枪怎么在你手里？
枪，缴枪算自首。后来，那林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追了出去，但那个锁连个影子都见不到。再后来，就到了你这里。我知道你装车的地方在哪里。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就有暴风雪？那个锁，他肯定知道，他肯定会到这儿来的。我的枪没有子弹，我们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回去取子弹。要是那个锁万一来的话，那我们两个就没命了。你现在抓紧带我去。还不相信我？你再念一下你的情况。6381026。好，我现在带你去。把斧子拿着，防身用。你确定是这么家总啊？我不确定，难道你确定？你同事的警号是多少？你问这干啥？我就是好奇嘛。 6352708。
是不是这？是，就是这车，那就是盗猎分子的车，我们的车就在那边。就有了。他已经死了，你赶紧找子弹，咱们走吧。不然包分局就要来了。起来！太饿了，走不动了。我也很饿，但我们不能停下。你不是说会碰上盗猎分子吗？要是碰上了，就跟他拼了。
这头鹿肉被盗猎分子给割掉了，也活不了了，还不如杀了吃掉。你到底是不是中了他的狗啊？我当然是，要不然我早就杀了你了。我看你像个盗猎分子！我说了，我怎么做什么，我们能活着，你怎么能听不明白？我看你就是盗猎分子！你拿手的刺和盗猎分子一模一样！拿枪自首，那你要用枪。狐狸，你就是大警察，你只要错了。我去你妈的！我去你妈的！你差点把老子的脖子给拧断了！我去你妈的！看你个怂样子，既然你觉得这头鹿能活下来，那咱们就放了它。这把枪，你拿着。你如果觉得我是盗猎分子的话，可以开枪打我。拿着吧，防身用。你会打枪吗？我哪会打枪？我们火林也有步法枪。简单，我教你。来，我不要枪，我有我的部队就够了。哎，给，哪来的？范志县长见到的。
我告诉你，现在知道饿了。兔子，大不大？你不是说没有酒吗？哦，你这个怂，日贵得很嘛。我又不了解你，凭什么要跟你要说实话？盗猎分子的接头人，不会是你吧？你不要瞎想，我不是盗猎分子的错误。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看你吓的那个怂样。不要开这种玩笑。我相信你的，要不然我怎么会在树林里把枪给你？而且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老实人，真他妈老实。哎，你一个大男人，你哭啥嘛？
你老婆要跟你离婚，她为啥要跟你离婚？啊？大爷鸡蛋的人，妈了个巴子！那个孙长啥样子嘛？你这啥意思啊？我说大爷的，他不觉得。以后我带你找那个宋算账去。他把那个嫌疑人死到这孩子了。今日逢英雄之会，以诵经供神，放风马祭，西增怀三业。你知道这上面啥意思吗？不知道，但肯定有意思。好像说是英雄相会的日子。哼，好日子。跟个盗猎者相遇，算个求英雄相会。有时候这上面说的还挺正道啊。胡说八道！酒还有嘞，我有酒，你还想喝酒？有个盗猎分子来了怎么办？这是啥玩意？你不识字吗？这凶山是纸。我要把每天发生的重要的事情都记在上面。每天都要记。今天才记了吗？记了，但只记了你没来之前的。没想到你工作挺认真的。昨天晚上做了乱七八糟的梦，没睡好。天亮前，我们村的根宝。你不是说某人来过吗？啊？之前对你撒谎了。根宝是谁？算了的，算了，我爹的酒个过些两年了，对我家村人这个那么些个呢？就给干了你那么些个？没些个，没些个。你说，那根部人，啊，根部。你看不起个酒都好，搞死谁？我说这个结果。养就讲东西的。그래 동시. 야, 정화 저렇게 쓰는데. 야, 나 좀 좋아서 저렇게 쓰는데. 아, 그렇게 생겨.
Anyar ba nik tu unda so churko man. Demin chakda za chanyang kar gap sam nagan man. Danke das. Demi namshi. Dancher guzuno dancho qaglo fonra. De. Dancher. Ondanga chonda nan do kachon. Chakde so ching dongda. De. Yancho gormo chene to yonsa. Gormo kar ber chergon. De. Doranga chocheron. Ya taqdaga gormo chechako. Gormo cheta. Gormo Martina chochita ira homanyang ba. 是我们村的一个老公公，一个王八狗子。他来这干啥嘛？他来给我送离婚许书的。他他妈的东西撇过来行呢？你妈家整个那什么啊？这样穷，你都穷也那么那些东西。这个阿姨的车干年吧，老去的美国，我什么当个不是穷都是进来通弄什么呢？妈呢东西所用是做个呢？ 늘 머그냥 좀 주시고는 당근양 좀 주셔도 어떠소? 야, 나 주팀에 대당 잡고 말이야. 또 다니 창치 보존 통. 네. 직진은 심원나 뭐하느래. 그거면 연단 전에 그 tul라 감모 모용 삼은 대당 잡고. 당당 없이 뜨냐. 아로질 뭔가 주도 가온 말이야. 다른 건 알아 주도 말가지. 주티 말따라. 주티 말따라는 저 저기 정도. 이거 감몽한 돌지서 그 저마 간다도. 안도 괜찮아요. 싱그래서 그냥 봐지. 주팀에 점점에 너무 앞섰다. 나타마 주고 뭐야노 띵어도 요는 가루가 없어도 저런 팀다 요네. 마르고 하고 나타까는 이거 감모 쳐주셔서 삼고 나가 마시나. 아, 조심하니. 주티 자기된 거 똑같이세다. 쇼이. 아, 무슨 정체에 나오냐로. 쇼스군. 제 체가 이가니. 그 이거 쳐주셔. 눈눈눈 만스까도 고. 눈눈이 가서 여기. 또 뭐고 마카루 게랑 가니 그러는 나. 가니 왕 부르고 저 뭐가 소리노 아, 너 좀 사세 좀 샤고 놓고 가루. 다 뭐고 와 초다리 도 사람이 뭐 조절도 쌤셰. 더다 살제서 철건들 녀다 도마 채선 가리로요. 더디대행이 처처몬다냐 녀미 깔깔냐도 오늘 갖고 교선다는 제가 기획매가 아니야로. 에, 난제 상한다냐로. 제가는 득승으로.这个宋不会是盗猎分子吧？应该不会吧？他这个人胆子很小。
他就是根本。不开枪，不开枪啊！我觉得过，我说打那我娘啷子你想说个啥？俺听到你告诉的，我告诉是。他看上把老头学了头弄。说汉话，脏话听不懂。我在林子里迷路了，所以回来了。拿绳子把他给绑起来。好。我啥也没做，你帮我干啥？做没做啥，你心里清楚。你说咱们这饿么了？饿么了？那什么？斧头哪里来的？有。有啥？有盗猎分子。有没有吃的？我快一次。没，就靠那个他就。你二番你就干个，你们搞种子，今晚说了做下的。那我问你，你把斧子带回来，不会是看护理员的吧？你把我想成啥了？3件弄了是一个村的，再说弄2块钱还不错。这不行，就我这么啥都会。你好好说，说不清楚，能把你带回局里去。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肯定是盗猎分子做。你二番你就听浪漫个，浪漫个都。你能不能不插话？但那些个又害羞过。我从这里出去以后，在林子里迷路了，所以我就回来了。我真的没有骗你啊！俺等你回。我从这出去，你没听到什么动静啊？我怎么能听到？喝了那么多酒，睡着了。你看到啥了？我就朝那个方向跑。突然看到山坡下停着一辆警车，那车离我很远，但我还是能看得清是一辆警车。
要带上小疙瘩。这哪儿都是年都半夜在美国。他说啥了？他说你不是警察。你咋确定我不是警察？我看到你的脚印和我发现鹿茸和虎皮的时候看到那个脚印一模一样啊。对，就这样的脚印。你相信他说的话？我告诉你，像这样的鞋子，在整个县城都可以买到。我可以穿，盗猎分子不能穿吗？哎呀，俺们就是个叫做不行，要当找这个警察来我，要当个这快浪可能接着就弄对面送我顶，但是我等下也给来哟，要当这这个警察说那对面呢，俺说这个才行，那个。他的英国人就是。害怕了？到现在都不相信了。我就是胆小。你把鹿茸和皮子藏哪里了？我藏在林子里了。我想呢，肯定是那个盗猎分子藏下的，所以呢会回来向他报个情况。你带我去，把鹿茸和皮子拿回来。但天快黑了，我俩路上万一碰到盗猎分子咋办呢？再说包回去回来了。我有枪。你真的要给他送报吗？他这个人不可信哦。不用担心。上级，这大人都送俺去的，我送到俺这了天你看。你老实一点，要不然一枪毙了你。走。
你一大早上去护理员那屋里干啥呢？家给你抹佛吗？我是给家送离婚协议书去的。为啥让你去呢？就家媳妇去着闹去送孩子，不然谁会去送这个东西啊？你盯着我干啥呢？啊？走。哎，怎么回事？我妹妹草草这样子，妈的不见了。你确定是这张吗？我确定是这张，我还在这个手指上把孩子红事。你看，那，你藏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你？好像没有吧，我也不知道。走，回木屋。我也要回去吗？你干啥？你要跟盗猎分子在支扎街头吗？啊？你别瞎说，我可没这个意思。走。哎，你去护理院屋里干啥？你心里清楚。你要想戴罪立功的话，你要按照我说的做，知道吗？一会儿要是遇到了盗猎分子，你要一块儿和我对付他，这样我们3个人的命才能保下去。快走！
三姐嫂，能认识你们林业局的菜刀局长，家跟我提过你。只是你不适合，刚才还有别人吧？啊？走，先进屋，把这个东西拿上。梁三姐，老驻扎司令公安就是，现在情况紧急，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刚才几个人一聊，张张某个，这去聊，没时间让聊。我走，就在那上面。咱们啥时候出去的？大概半个小时前。咱们是不是去找这些东西了？这谁打的？盗猎分子打的。这路上活虎皮，怎么在你手里？现在没空给你说那么多，那我必须知道刚才那两人的情况。三姐，现在情况紧急，这个你拿着。万一有什么情况，你就开枪。你会开枪吗？给我。一会儿直接开枪就行。上去！上去！把东西给我藏那儿。快点！上去！王八羔子，终于找到你了！你妈的护林员，你跟盗猎分子是一伙的。桑姐，把家铐上。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你们两个认识啊？他是驻扎的司令官，他还认识我们县林业局的菜刀局长。菜刀局长跟他提过。他说他认识菜刀局长，你就觉得他是公安了？别废话了，桑姐，把家的枪给我卸了，再给家铐上。宋英，把枪给我放地上。快点！
你就是耿宝吧？桑杰，把陆荣和后边拿回来。桑杰，耿宝就是斗来分子的同伙，他已经做了很多坏事了。你都那别个慢慢的动我上去。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清楚。桑杰，你把枪藏在背后干什么？取出来干好耿宝啊！老人家，给我站好了，来一枪毙了你！就干不都不这么行，就干讲的就在这个地方，干这怎么着？俺年轻的就不行的，去年前面是我写的，现在多年半你就，你过个嘛？老实点，不然我毙了你！胡律安，胡律安，你不能被这个怂给骗了。你也不想想，如果他不是盗猎分子的话，这袋子虎皮和鹿肉怎么会在他的手里？你想想。王亚木，你当那个干出个这样一个人的呢？桑吉，别听他瞎说，赶紧把他绑上！鹿肉和虎皮，什么在你手里？这个得问问你们村的耿宝了。我手上的这把枪就是假的，家用这把枪杀了马路和狐狸，去了鹿茸和虎皮。这枪上的红绳子就是家们的接头暗号。不行啊，你问问耿宝。我怎么的？俺什么也不知道。嫂子，你干出个污染还没跟那是？刚才你看说的，今晚等这个马那干出个。胡律安，我明白了，咱们两个人都被根宝给骗了。给我闭嘴！根宝就是盗猎分子的接头人。真的吗？你不要瞎说。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他用红绳子在树上做记号，红绳子就在他的袍子里，不信你去看。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可不是盗猎分子的头。嫂子，你那干出个顶了这个马呢？你让他个马都是没有。而这个怂，他就是盗猎分子，他枪上的红绳子就是证据。我把狗子！桑吉，你听说过马春芽吧？这个怂就是盗猎分子马春芽。马春芽，你的通缉令我看都不下100遍了。你长什么样子，我比你自己心里都清楚。桑吉，别听他瞎说，这个怂很狡猾。狐狸，你的巡山日志我也看了。这个怂，他一大早来就是想打探你的消息，然后把你灌醉，然后才可以杀马路。他们给我闭嘴！我就不想说。你们两个人是菜刀局长是吧？那菜刀局长是哪里人？我跟菜刀局长就是工作关系，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菜刀局长是郭罗人，郭罗达日县人。胡律安，你别听他说的，你现在只要看看根宝的袍子里面有没有红绳子，你就身份都知道了。你快去！这个就搞成娘了。桑吉，去！有那狗就是。根本居然跟你们路老的干，有那干出个，你都来不了，来不了马那么多。路。桑吉，给我站住！他们家难等人质。桑吉。让你落去！走，俺就今儿都在出门的，都在院开始滚呢。
这什么那么你多？你这个做的。就这干的就这样。老早就说了，他就是盗猎分子的接头人。啥事情？干嘛？你到这去他们给他妈的不？俺老弟们在做那个，俺当我在做啥都没事，这没。老师弟，你弟弟这兄弟干嘛呢？咱们这样的人对什么去？什么？把枪放下！现在还来得及，快点！放你妈的屁！我都已经走投无路了。真是，我他妈快说，谁来跟我接头的？不然我也杀了他！我要拿到我的钱！你们快说！快说！也跟不长不去的，那马浪公司跟我就懂得有的。